李家鼎李家事件李永豪、李永漢咧就已經係滿城風雨噶啦，玩到已經係喂大佬阿漢仔睇提你喎，你老豆係李家鼎唔係李家誠大佬，你有冇調轉咗少少嘢唔係好多資產嘅咋漢仔，咁依家啦，夏慧姨咧就爆自己契仔李永豪個經濟狀況喎，咁夏慧姨又契仔。係佢行到邊就我收你做契仔好唔好啊？係夏慧姨係好熱情奔放、創意無限咁嘅咁仲要就揭秘楊思琦分手嘅內幕就話到明冇委屈就唔會走嘅。依家啦，個個都喺度話啦，呢單嘢發生咗出嚟之後即係李家爭產事件發生咗出嚟之後最大得益者就係楊思琦思琦妹咁話咁但係事實又係點呢？我哋一齊睇睇詳細嘅內容至得。唔該晒主持人。喺正式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俾你哋嘅朋友。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楊思琦、李永豪分手多年，黃夏蕙忽然爆內幕。各位觀眾，楊思琦同李永豪呢一段舊情，當年分手搞到滿城風雨。楊思琦背負拜金貪錢嘅罵名多年。但係隨住近日李家父子兄弟之間嘅家產糾紛全面爆發，網民風向大轉，話楊思琦及時止蝕，沉冤得雪。身為李永漢同李永豪契媽嘅黃夏蕙，近日上節目力證思琦妹當年極多富二代追求，偏偏唔揀麵包揀愛情，偏偏揀咗我契仔。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重溫呢一段情史嘅內幕，分析點解事件會出現逆轉，仲有網民嘅熱烈反應。先簡單重溫下呢一段舊情。楊思琦係2001年香港小姐冠軍，當選後備受力捧。2002年佢拍攝劇集《血戰軒轅》嗰陣邂逅李永豪，資深演員李家鼎嘅細仔。當時楊思琦不幸墮馬受傷，喺李永豪悉心照料之下撻着，兩人拍拖長達9年，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但係2011年，楊思琦突然單方面向傳媒宣布分手，震驚娛樂圈。事件引起李家上下嘅不滿，阿哥李詠漢代底出頭狂數楊思琦，分手冇耐，楊思琦就為富二代男友吳瑞誕下女兒。呢個舉動令佢背負拜金、無情、貪錢嘅罵名多年，形象重創，甚至要離開香港返內地發展。事隔多年，李永豪已經結婚生仔，楊思琦亦都做咗2個小朋友嘅媽媽。但係近日李家爆出父子兄弟之間嘅家產糾紛，李永漢被指扮孝順，甚至被錄音爆料話要斬死佢爸爸，令到網民對李家印象大打折扣，反過嚟同情楊思琦。身為李永漢同李永豪契媽嘅黃夏蕙，近日拍片力證楊思琦當年嘅為人。夏慧姨話佢認識楊思琦，讚對方好乖，我好錫佢㗎。佢又話當年楊思琦選到港姐冠軍係實至名歸，又靚又好，身材極多富二代追求之下，偏偏揀咗李永豪。夏慧姨原話好多人中意佢，但佢偏偏就中意咗我契仔。咁多契仔梗係唔係環境好好嗰啲，唔係富二代嗰啲，佢甘願去挨，我都好佩服佢。佢一個香港小姐咁有名，咁多富二代追佢，佢都唔中意，佢就偏偏中意咗我契仔。夏慧姨仲話楊思琦同李永豪9年失去咗青春，亦冇錢。佢認為楊思琦唔多唔少都有委屈，一個女仔如果冇委屈都唔會走。呢番說話等於為楊思琦當年忽然分手提供咗一個合理嘅解釋，唔係貪錢而係頂唔順。其實楊思琦近年都有回應過呢一段舊情。佢早前接受伍詠薇主持嘅節目訪問，講到當年公開戀情，直認自己太蠢太誠實。佢話當年做新人，記者問佢係咪拍緊拖，佢就老實承認。但係劇組入邊其實過百對情侶，冇人認得佢一個認。事後公司叫佢收埋，但佢話咁我都認咗，點收埋？對於被指拜金，思琦以4個字百詞莫辯回應。佢重申我唔係咁嘅人。如果真係要揾個有錢嘅，我出嚟都會有人介紹，我街都唔出。佢承認同李永豪拍拖嗰陣有人追求，但並冇心動。至於女兒生父吳瑞，思琦坦言當時同對方係認真，你本應想係走到去結婚嘅階段，但係唔能夠。你估玩咩？冇啦啦生個女，梗係想有好結果。
呢單事件出現輿論逆轉，其實反映咗幾個現象。第一，當年嘅資訊唔對稱。2011年，社交媒體冇而家咁發達，大多數人只能靠報紙、雜誌嘅報導。李家當時齊心對外，亞哥代替出頭。鼎爺又係資深藝人，形象正面，公眾自然傾向相信李家。加上楊思琦分手之後，好快同吳瑞一齊兼大肚，時間點太敏感，好難唔令人聯想到移情別戀。第二，李家近期嘅家醜外揚。2026年思明病逝之後，李家父子兄弟之間嘅矛盾全面爆發。李永漢被錄音爆料話要斬死佢爸爸，又有街坊證實佢時常飲酒、發脾氣，對家傭惡言相向，甚至經常搞到警察上門。呢一啲負面新聞令到公眾對李家嘅印象大打折扣，覺得呢一家人好複雜。第三，黃夏蕙嘅證言有分量。夏蕙姨喺娛樂圈德高望重，佢親口證實楊思琦當年好多富二代追，但偏偏揀李永豪。呢個說法有說服力。既然當年有大把有錢人揀，點解要同一個普通家境嘅演員拍拖9年？呢一個邏輯上講唔通拜金嘅指控。第四，時間淡化咗情緒，事隔15年，當年嘅憤怒同標籤已經慢慢淡化。加上楊思琦多年嚟獨力養大個女，努力工作，形象慢慢修復。而李永豪已經結婚生子，過自己嘅生活，公眾再回望呢段舊情，會更理性。呢單新聞喺網上引發好大迴響，網民嘅留言可以分成幾類。第一類係平反派，思琪妹當年真係冤屈，挨足9年，乜嘢都冇。原來佢根本唔係拜金，係頂唔順先走。夏蕙姨都出嚟講說話，證明思琪為人真係唔錯，好彩佢走得快。如果唔係嫁入李家，仲大鑊。第二類係鬧爆李家派，睇下李家而家啲新聞，又話要斬老豆，又話爭家產一團糟。咁當年仲好意思話人拜金，自己個仔咩料先？李永漢自己都搞成咁，仲話代弟出頭，笑死！鼎爺個樣好威。但係教仔就思琪妹走係明智，唔係拜金係逃生。第三類係同情派，一個女仔白白冇咗9年青春，仲要背負罵名咁多年，真係慘。佢單親湊大個女，好叻女，希望佢以後幸福，唔好再俾人屈。第四類係理性分析派，感情事外人好難講清對錯。但係李家單嘢確實令人覺得思琪當年可能真係有苦衷，時間證明一切。而家睇返轉頭，思琪妹唔係大家諗咁差，當然都有少數網民覺得唔好咁快下定論，但係整體風向明顯轉咗。好，總結下今日嘅話題，楊思琦同李永豪分手15年後，因為黃夏蕙嘅爆料同李家近期嘅家醜，令到成件事出現逆轉。當年楊思琦被傳成鬧爆拜金貪錢，而家越嚟越多人相信佢係委屈多年，忍夠先走。夏蕙姨話得好白，一個港姐冠軍，咁多富二代追，如果真係貪錢，點解要同一個家境普通嘅演員捱足9年？呢一個邏輯，其實當年已經有人講過，只不過被情緒蓋過。時間證明，楊思琦後來獨力養女，努力工作，反而李家爆出連串負面新聞。當然，感情嘅嘢，外人好難完全明白。兩個人走唔到最後，未必係邊個嘅錯，可能只係唔適合。但係公眾當年一面倒標籤楊思琦拜金，對佢確實唔公平。呢一個故事教訓我哋喺未清楚全部事實之前，唔好急住 judge人。今日你鬧嘅人，第日可能先係受害者。我想用一句話總結：黃夏蕙爆料話楊思琦當年極多富二代追，偏偏揀咗佢個冇錢嘅契仔，捱足9年，最後孭住拜金罵名離開。你認為楊思琦係貪錢定係蠢？你會唔會因為李家近期嘅醜聞而重新審視呢一段舊情？好啦，今日嘅港聞快快趣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港聞快快趣，我哋下次再見，拜拜。